较早卖了国语，较早卖大力幼稚园卖了实验。我的女儿儿子都40几岁了啦，都蛮孝顺的啦，都还蛮尊敬我的。你带迄天，你讲我目屎？哎，我忍住了啦，但是讲新娘在看水生，讲要甲妈妈、爸爸买的，我讲买你买甲用这招，迄招了我逐出卡。查囝要嫁爱破水的无？我甲阮女儿讲年代是不一样的啦吼，也不能完全守住这一句话啦吼。我你要嫁时阵，我两个查囝，你要嫁时阵我唔破水，莫互我查囝压力吼。是佫有后事，佫有机会趁钱互大姊读册好无？其实很亏欠他啦。阮大姊吼，有时候伊甲我讲一句话吼，我安尼常常都囥咧心肝头酸酸啦。伊是做田人啦，趁钱较辛苦啦。有时候吼，我会倒去甲阮以前阮阿母也伫的，我会甲阮阿母，伊若啥毋敢甲阮阿母阿讲，伊会甲我讲，我会知，我会倒甲阮阿母阿讲，阮阿母啊，会来还是会听在心里面，会讲伊一世人。一讲家上该亏欠的都是迄个。我妈妈临走之前还是会念，讲伊一讲家上该亏欠的都是迄个。